当节目开始进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：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抖内，请我食一顿碗粿。所会讲的，从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争议的妖狐鬼怪，所以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的由松 Podcast 独立制作。第2讲第1篇，经世城。经世城，长山人。这个人吼，伊行为一向无检点。煞雄雄出家做了和尚啊，那亲像痟的共款啊，拢以食遐白色物啊，遐垃圾物啊，来当做是好食。迄狗啊、羊啊放落来屎啊，伊马上就往前扑的，连面就甲食好掉。家己讲吼，家己安尼行为吼，安尼是不。遐庄脚遐乌巴桑吼，感觉伊这行为真奇妙。认为吼，这是一种神者，所拜伊为师的吼，数以万计。这经世城吼，拢大声叫伊嘛去食屎，因遐人无一个敢毋听的。伊要建造一座佛殿，虽然爱开真济钱，毋过这人吼，拢愿意捐钱互伊。官令人讲，因为压迫伊这怪异的行为。拍算讲哦，无好，你来甲修建即个孔庙，这伊若做袂到，就要甲掠好起来，要甲电，要甲烧啊吼！伊这土地啊马上就一世界放上讲吼，阮迄个佛，阮的佛要遭难吗？烧钱就募款钱财要甲救啊！结果这孔庙真紧就建成啊！这金钱募款的速度比迄国税局咧吹箫搁较紧啊！不讲讲啦我听讲这金道人啊，人拢就着伊的名来甲称呼啦，讲伊是金世成佛啦算修有头啦，伊现即世啦就会当成佛啦。伊这食有够侪垃圾物啊，真正是有够啊！人讲这人未见效，天下无敌啊！你就算痛苦人甲精啦、甲笑啦，拢无才调甲侮辱啊！然后处决伊拄好有助于即个社会。这男官令运用办法是换尔巧妙啊！毋过这下回后社无好，煞求助当妖道顶悬，这也是士大夫的羞耻啊！